衛生局表示，雖然目前並未再收到更多亞瑟運外地運動員嘅懷疑食物中毒報告，但係相信實際嘅情況比佢哋發布嘅更加嚴重。衛生局亦都發現提供食物嘅公司並冇遵守保留食物樣本嘅要求，試運轉時所要求嘅衛生指引同樣都冇遵守。就9名參加亞瑟運嘅中東運動員懷疑食物中毒嘅事件，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湯家耀表示，9名病人先後出現腹瀉、嘔吐、發冷、低熱等嘅病徵，目前已經全部離院，情況良好。初步相信係29號嘅食物出現問題。雖然未再收到更多亞瑟運外地運動員懷疑食物中毒嘅報告，但係相信實際情況比佢哋發布嘅更加嚴重。因為喺言語溝通上面存在障礙，收集資料有困難。但係據了解，出現不適嘅運動員有一定嘅數量，只係情況有輕有重，有啲並唔需要去醫院。呢件事咧，其實比我哋報道咧係嘅更加嚴重啲嘅。咁到目前為止咧，我哋掌握到咧就佢哋都係30號發病，咁估計咧就係好可能咧就29號嘅食物咧曾經出現過問題，咁亦都唔係每一日嘅食物都有問題。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個運動會咁大規模，涉及到成千人咧係食緊同樣嘅食品嘅嚇，咁我哋非常之希望咧能夠有關安全措施能夠做好啦，咁就防止喺即係餘下幾日入邊咧係再次會出現問題嘅。湯家耀又表示，呢間由亞瑟運唯一指定嘅供應商，暫時未知道係唔係新開嘅公司。不過就並唔係酒店、餐廳或者一般食肆。由於法律上冇規定提供食物需要領牌，所以唔能夠話佢違法。但係肯定嘅係呢間公司並冇遵守衛生局保留食物樣本嘅要求，而試運轉時所要求嘅衛生指引同樣都冇遵守。我哋去巡查，亦都勒令佢係要迅速去改善啦。咁亦都有抽樣，但係抽樣咧係事後嘅抽樣，就唔係當日嘅食物。咁其實喺我哋俾運動會食物供應商嘅指引入邊咧，係要求佢哋留樣嘅。咁但係呢個指引係冇得到遵守㗎嚇。咁而事前呢，就喺試運轉嘅時候俾嘅一啲衛生指引呢，睇嚟亦都係冇遵守嘅嚇。至於呢個食物供應商，每日大約供應2000幾份嘅清真食物，涉及嘅中東國家運動員相信有至少幾百人。今次事件係咪涉及監管不力？係咪有人需要負責？會唔會影響本澳嘅國際形象？相信當局有必要關注。